佢，俾佢，俾佢，俾佢，佢咁，喂，追住個車啊！追住個車，佢影住我哋啊！我俾900蚊睇到佢仲開心，係啊，唔係睇到架車開心，我睇到架車係固然開心啦，我睇到佢咁樣咧，佢嗰個興奮程度咧，令到我都興奮埋一份。而家咧等緊佢過嚟，佢話佢即將到達。嗱，而家我哋喺呢個海邊，特登揾呢個比較空曠嘅地方嚟睇睇。我覺得係嗰邊喎嘛，係咪嗰部啊？係啊，我覺得嗰邊啊，去咗嗰邊啊。嗱，我哋行過去揾佢。好啦，佢已經到達啦。下次間蘋果。係啊。咁咧，佢就輸入個尾號咧，先上到車嘅。佢就話會有3分鐘時間，已超時，快啲撳。呢個手機後4位解鎖。就係呢個咯，3、4、5、8、8咯。係啊。4位喎，咪4位咯，4位咯咪，3、4、5、8、8。手機後4位喎，你手機後4位係咩？就是我看車已經到達了。對，我現在上車了。好，上車了是吧？對啊。行，那祝你用車愉快。好，謝謝。而家個車咧，開啟美好旅程。係冇人揸住嘅，冇人喺前面嘅，我哋全部坐喺後邊。嗱，佢咧就寫住前面嗰度寫住右滑開始行程，即係你要開始咧，其實就滑動嗰個屏幕咧，佢就開車嘅。咁你就閂翻道門。哦，按鍵關門。按鍵閂門啊，咁佢閂翻道門啦。啦。閂翻道門啦。係啦，跟住就前面呢個屏幕。呢度有屏幕㗎。呢度有個屏幕。哦，呢度有屏幕啊。係。好，準備。咁架車就已經喐緊啦。歡迎乘坐神州都幾快嘅，將全程守護您的安全。正常速度嚟嘅。行程中，如您遇到任何問題，正常速度嚟嘅。即係我哋話係龜速車添，點知原來 OK 喎，即係佢當然唔係最快嘅速度，即係你唔好 prefer 佢開到80、90嘅黐線嗰啲速度啦。但係你要感覺去佢呢啲咁嘅路咧，其實佢都好似開成30、40一定有40、50咁樣嘅。係啊，跟住佢都要剎車。你會感覺到佢都要得，佢見啲車咧都要剎車嘅。正確繫好安全帶，大家見到前面有人，你睇下前面幾奔放嘅電雞，佢都會讓佢啊，即係少少。你會感覺到架車佢會少少窒一窒咧，係讓一讓喎，係啊。即係佢都要減速咯，你會覺得佢要聽啊！新車型為您配備了沉浸式環繞的音樂功能，還有哇靚喎，U 聽得好靚喎，係唔需要褪車嘅，係啊，係即個可以 U 到轉線車內功能啊，轉線啦佢，哇加速啊而家！為了您的安全，請全程繫好安全帶。您可以說你好蘿蔔，播放音樂來收聽音樂。係啊，保持車距啊，佢都會。好。跟住車上面咧嗰啲 KTV 啦，係啊，啲飲料啊嘛，頭先聽到佢講，即係免費使用嘅。係飲料呢度。係啊，係啦，咁就有兩支嘅呢個叫乜嘢啊？我有啤酒叫百歲山，係啊。百歲山，跟住之後咧，仲有百歲山有3支，跟住仲有一罐，仲係啤酒嚟嘅。啤酒喎，即係話俾你聽，你唔使驚醉駕。可以按摩嗎？右後座椅按摩已打開。哇，可以按摩添㗎！左側座椅開啟按摩。本車只有右後有座椅按摩。哦，只有右後。座椅按摩已經打開了。哦。嗱，有 WiFi 嘅，有自駕長先啦 ，WiFi 啦，冰箱、機歌、影音等限時嘅免費體驗。係啊。係啦，嗱呢個 WiFi 就呢度啦，呢度有 WiFi。係呢兩個 WiFi 密碼。係個號碼同埋密碼。係啦。咁係點樣租㗎？喺個 APP 度。即係喺神州 APP。係啊。神州租車個 APP 入邊。係啊，可以租就可以按一步一步咁樣操作就可以租到啊。咁係點樣收費啊？今次呢一個係優惠嘅，就係體驗版。體驗版98蚊，用1日。用1日，哇！咁係啊。喂，咁如果啲人去旅遊咪好正咯？係啊。即係車都唔使揸啦，唔使租啦。如果有體驗版98蚊喎。哦，嗱有少少窒嘅，啱先講下，唔知點解。嗱呢個有個不幸。
唔係完全可以。你係唔會話，即係佢啱先嗰係有少少失誤啦。我只係講，佢應該係啱啱突然之間有架車衝出嚟，咁佢即刻要同個車保持距離，所以佢就會即刻避佢咁嘅意思。即係我頭先講到啦，就話喂，如果98蚊啲人玩景點玩咗一日咧，都幾正喎。咁頭先佢講過，佢話咧，如果咧係你喺個車上面用8個鐘頭度咧，個電係 OK 嘅。但係如果佢話你去到省外啦，因為其實佢係唔淨係喺海口入邊嘅，佢可以去到覆蓋範圍咧，可以去到呢個文昌市，即係文昌雞嗰度個原產地。咁咧，但係已經就變咗係出咗海口市咯，咁就遠少少啊。咁佢就要，即係佢就會話提醒你咯。如果係電量剩翻20% 以下咧，係強制性架車會自動去揾嗰個充電嘅地方嘅。係啦，係啊。咁所以你想唔好突然之間失咗個行程預算，就提前喺個手機度撳，係啊，就可以啊。因為俾大家睇下後邊咧好多位啊，即係你放行李啊，佢係可以喺嗰個機場度接噶，完全係覆蓋咗個範圍。嗱，佢而家後邊停車還未停好，請稍等。好，已經停好咗啦。跟住咧，佢點做咧？佢會唔會？佢話請保持關閉車門。嗱，跟住佢就會目的地到達了，需要打開後排車門嗎？你好，羅伯，開門。你好，右側乘客，神舟不能長時間停車，請您及時從右側下車，關閉車門。若您連續繼續用車，咁關門吓？他自己關，他自己關嗎？對，一會才能關，那別人係。側滑門即將自動關閉。關了，關了，你係撳咗啊？我冇，未撳，我已經自動關門。好啦，一撳。好啦，佢自己走啊。哦，聽完啦，出口啦，佢已經走咗啦。去咗啦。好啦，佢影住啦，呢個好人好開心咁樣影住我哋。其實好鬼平，98蚊可以體驗一下。98蚊佢咁開心體驗。冇錯，佢仲興奮過我。佢追住架車啊！你見唔見到？睇下佢，睇下佢，睇下佢，睇下佢。係咁，喂，追住架車啊！佢追住架車，佢影住我哋啊！我哋講，我俾98蚊睇到佢仲開心。係啊，唔係睇到架車開心，我睇到架車係固然開心啊，我睇到佢咁樣咧，佢嗰個興奮程度咧，令到我都興奮埋一份。你知唔知我使唔使跟住佢一齊吹住架車咧？佢個表演好過你啊！係啊，唔係佢呢個畫面。我突然間諗起，嗱，佢呢啲咪就係阿周星馳所講嘅啦，嗰啲戲啊，由心由內以外嘅，真係好興奮，佢真係好興奮啊！同佢講，呢度有2個咪。咁唔會嘈到出邊啲人嘅咩？咁正，你唔知開住車就係唱歌嘅時候咩？係咩？係啊，我哋試下呢個 KTV 係咩玩法先？喂喂，點一點歌，喺邊度點歌？即係可能係咪呢度播住，跟住就試下點歌先？點樣點咧？撳下呢個 KTV，KTV 啊！點歌係空錄中。就算只談一場感情，在愛都是一時虛榮，不等於在為到網遊換歌就可自入自出仙境，情願獲得你的尊敬，承受太高傲的罪名，擠得進你臂彎，如情懷漸冷，未算夫婦也命定，明知愛這種男孩子，也許只能如此，但我會成為你最牽掛的一個女子。朝朝暮暮若車上如何曾共我，若果真手抱住，或者不必如此。許多男人說我不太笨了男孩子，不受命令就是一種最愛名字，笑我這個毫無辦法管束的野孩子，連沒有幸福都不介意。呢度可以一邊唱歌一邊微信點歌啊，所以唔使驚話阻住個芒。係啊，所以咧，除咗呢個自駕遊
之外咧，呢種嘅個人駕駛咧都有另外過癮噶，即係你唔需去 KTV 啊嘛，即係慳翻 KTV 嘅錢，直接一路去行程一路唱。而家有冇啲一箭雙雕、一雞兩尾？仲有雞兩尾就等陣會去食嘅海南雞，咪一雞兩尾嘅。呢度估唔到咧，執無人駕駛都可以俾你一路欣賞風景，一路唱 K。我哋而家同大家講下呢個車啊。嗱，我個人認為咧，我係嚟親身體驗過呢個無人駕駛之後咧，我發覺咧係比我想象中係強大嘅，係有少少令到我覺得好柴。原先我諗過去係喺個公路入邊咧都可以咁順暢，咁當然啦，佢仲有提升嘅空間，我覺得。如果佢提升完之後咧，佢應該會更加強大咯。即係例如嗰啲轉線位啊，佢可以更加再順啲，同埋個速度咧可以再提升。係因為佢而家咧，你明顯地見到佢朝頭早咧，佢速度係冇咁快嘅，佢夜晚咧就快少少。咦，佢自己已經結束咗咯喎。咪啱咯。係啊，你唔使 cancel 佢嘅。係啊，唔使 cancel 佢嘅喎，佢自己搞到時間終止。佢車咗我哋翻嚟最後一站，跟住佢就自然結束咗。係啊，同埋你係可以提前結束，即係你係完全唔使理佢，即係好方便咯。而家結束又要俾多日錢嗰啲，冇呢啲嘢啦，就咁就完成咗啦。